禪密功的姿勢與要求：站、坐、臥均可，以舒適自然為原則。合目，輕輕地閉起眼，自然呼吸，不要故意把呼吸拉長、縮短或者中間停頓，最好把呼吸忘掉，即忘息。最後過渡到似有似無，似有者常有，似無者未真無，即所謂止息。操練觸機功全過程均合目，自然呼吸。一、展位中法和理，位中亦稱圓中，位目位於兩眉頭上幽陷處，不是一個點，是個窩。他象徵和表達智慧、慈愛和吉祥。他是人體發放氣功訊息，或者說發射某種特異物質，但又不只限於至今已測時出的光、電、磁、弧星等，即古人統稱它為出神光的一個主要窗口。這個窗口不僅可發，而且能收。收是對宇宙場的萬有能而言，發是為了探索，有其目的，有它的價值。收是為了辨別，有作用，有效應。練功有數者，發射氣功訊息，即神光，可以作用於外。他們又可以通過氣功手段，有選擇地攝取外界萬有和無限的質及其能。通過發、收、發這一循環，激發作用互交換過程，做有計劃的自我調節，或者進行助攻和治療於他人。站、坐、臥均可，以舒適自然為原則，不限姿勢。合目，輕輕地閉起眼，觸機功的全過程均合目。吐納方法：自然呼吸，不要故意把呼吸拉長、縮短或者中間停頓，最好把呼吸忘掉、忘息。最後過渡到似有似無，似有者常有，似無者未真無，即所謂止息。操練觸機功全過程都是自然呼吸，體會展位中，與愁眉苦臉相反，是把眉頭舒展開，有笑意。這種笑不僅僅是注重在位中部，更主要的是從位中表達出自內心的開朗、坦白、純潔、愛慕、善良、慈祥和施於人的願望等等，是由內向外的。換言之，不是根於肉體的其一部位及笑的廣度，說是似笑非笑還不到家，而是在精神方面，是發自內心的笑及其深度，是笑從內心起的笑不休，笑得開心，笑得永，即涅槃笑。體鬆、心笑、息平，三者融會貫通，化為一，即可陰平陽秘，真氣從之，正氣內存，邪不可祓，加速步入氣功態，盡快地收到斷和治療的效果。